你们质子的衣食住行都由我说了算，老实顺从，两下好说。耍花样滑头，哼，那就需要怪微臣翻脸不认人了。这马鞭子打着你们，就是爬，也要给我爬到进城去。你们几个，把他们从车里给我拖下来。是。公子既是先王之幼子，大王的兄弟，你们谁敢动？大王若真喜欢这个兄弟，也不会送他做质子。你敢！大秦律法严明，质子行凶违法，也可获罪格杀。上！下来！下来！什么人？住手！小冉，将军，将军，哎！将军，将军，哎！将军，将军饶命！将军饶命！让他们都放下兵器！放下兵器！放下兵器！别打！将军，将军别打！小冉，你竟然对我姐姐无礼，还要欺负我的外甥！先让你尝尝这马鞭的滋味，再砍了你的狗头！饶命！夫人饶命啊！在下也是不得已啊！小冉，你是奉何人之命？究竟让你做些什么？说。宫里只是让我想些办法，让公子和夫人在路上多吃些苦头。好啊，既然敢做别人的狗，就得做好被宰的准备。糜夫人饶命！糜夫人饶命啊！我也是没有办法。小的家中老的老，小的小，被人挟持，真的是身不由己啊！夫人，小冉，暂且留他一条命吧。把这个狗东西给我押下去。是。谢谢夫人，谢谢将军，谢谢夫人。舅舅，姐儿，舅舅，啊，亏得你及时赶到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离开咸阳城之前，他们就把车轱辘上的铁钉卸去了些。能走到这儿，已经算是万幸。姐姐，咱们得在天黑之前赶回驿站。在那儿，你也可以好好歇歇。我可要追上你了，小冉，亏得你带人来了，不然继儿和奎姑他们肯定要吃苦头。自从得知会后要把姐姐和继儿送到燕国去做质子，我就猜到他们会在洛城做手脚，所以一路跟过来。但还是没想到他们这么迫不及待，刚出咸阳一日就凶相毕露。那妒忌大约也是为了向主子邀功心切。姐姐也要尽快拿定主意，今晚投宿驿站，你我要好好商议下一步该去哪里。去哪儿？去燕国，犹如羊入虎口，在那里还不知道有多少凶险等着姐姐，笃定是去不得。可除了燕国，我们又能去哪里？秦国虽大，却无我们母子立足之地。继儿是秦国派往燕国的质子，出逃到燕国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是杀身之罪。我们若如此做，只怕正合了会后的心思。更何况，眼下哪一国肯为了庇护我们，而去得罪强秦？大不了就逃了，又如何？只怕那时会后他们也鞭长莫及吧。继儿是先王之子，秦国是他的母国，他的父王还指望他有一日能为母国社稷出力。若成了一名逃犯，那当真是断送了继儿的一切。那我跟姐姐一起去燕国。不，你不能去。姐姐，记着，有你在秦国，想办法立住脚，将来才有姐姐和继儿的归路。我听姐姐的，不过至少我也要送姐姐到赵国边境，穿过赵国，你们就可以平安到达燕国了。会后，人请来了吗？迎夫人说她身子不适。
自从先王过世，嬴夫人的身子就从未好过。是嬴夫人不知好歹。那日我问芈月遗诏的事，她说她不知，我还一直不信，以为她骗我。此刻琢磨，她当时的神情和口气，却不像是作假。这么说，那遗诏与她无关？先王那么偏宠芈月母子，遗诏肯定与他们有关，只是东西不在芈月手里罢了。那会在哪儿呢？此刻谁躲着怕见我，就该在谁那儿。嬴夫人的琴声至色呜咽，雅人听了是高山流水，俗人听了不过是对牛鼓簧罢了。我曾3番5次的派人请夫人到宫中相聚，都被夫人婉拒了。今日我只好亲自来了，从夫人的琴声中听出，夫人的身子果然不适。这琴声忐忑，看来是心病。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喊门。会后突然光临我的寒舍，定不是来听我抚琴的吧？之前早想来看望夫人，可知道夫人喜欢肃静，才没能前来打搅。眼下我这大门明明是任人出入，还说什么打搅？听说先王在世时，常来向夫人讨教。今日我也有一事迷惑不解，还望夫人可以指点。讲。不知夫人是否听说，先王临终时曾留下一样东西？先王留下的东西，不都在会后的宫中吗？可这样东西，偏偏落在了嬴夫人手中。若真有这种事情，那就说明这东西本不应该你得到。夫人不要糊涂，先王去世前已经立我当儿为王，你我若能和睦相处，我一定好好侍奉夫人，让夫人安富尊荣，颐养天年。可笑，这天下明明是秦人的天下，列祖列宗的眼睛时时刻刻盯着每一个人。嬴荡若能管好这江山社稷便罢，若管不好，老天说把他收了，便收了。我可是诚心诚意的来向你示好。我这个人一向是我行我素。好，我已经仁至义尽了。我相信夫人不愿意说的秘密，一定会有人愿意告诉我。方甲在。把这宫里的侍女全都押到永巷去。你敢？是。带走。夫人救我！走！快走！夫人，走！救我！走！夫人，慢着！会后，会后，张姐，嬴夫人，会后大驾光临北郊行宫，真是让人又惊又喜。会后这是来搜宫的。这北郊行宫是先王赐给嬴夫人的住处，先王刚走，这嬴夫人的住处便被搅得鸡犬不宁。
先王陛下有知，恐怕会恼怒不安吧？不知会后为何事大动干戈？宫中丢了一样至宝，有人看见是嬴夫人的手下拿了，我过来问个究竟。那是什么宝物？有何证据证明此东西在嬴夫人这里？道听途说，不足为凭。嬴夫人也是微臣的长姐，看在先王的份上，给老臣个面子。车厘子，雍大人，我并不是想为难嬴夫人，可嬴夫人一心与我作对，还望二位能够劝嬴夫人回心转意。我有的是耐心，若这东西真在嬴夫人手里，迟早我是会知道的。回宫。既然会后盯上了你，他就不会善罢甘休。不如你我离开此地，暂时避避风头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带我一起离开秦国，逍遥人生？你若愿意，明日便可启程。先王对我有所托付，我要在这里替先王看着嬴荡的一举一动，岂能随意离去？你这个人呢？你认识我这么多年了，要想变，也难了。好，那我就在咸阳城里陪着你。姐姐，我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。拐过这个山口，前面就是赵国边境。听说你家里还有一妻三妾，2个儿子，3个女儿，还有一个68岁的老母，是吗？将军，这是何意啊？既然你也是奉命行事，我也不想为难你。这次我姐姐遵旨要去燕国，这剩下的路途，还得劳烦您多多照应。将军放心，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你跟我姐姐一起入燕，一路上若是平安无事，大家自然交个朋友。但若是我姐姐或者继儿出了什么意外，你那一家老小……啊，将军，请您放心。姑姑，保重。继儿，切记，前路茫茫，你是母亲身边唯一的男子汉，凡事多为母亲着想。继儿记住了。姐姐，此去千里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小冉，盼着姐姐和继儿早日归秦。小冉，起来。小冉放心，姐姐走了，你和白起留在大齐，遇事要先学会